各位有緣人，阿彌陀佛，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喺我哋傳統嘅中國人社會，有兩個字係最避忌、最怕俾人講嘅，你估係咩？唔係窮，唔係病，而係絕後。你諗吓？逢年過節、親戚聚會，你最怕俾人問咩？你個仔幾時結婚呀？個女幾時生 BB 呀？你幾時抱孫呀？呢幾條問題對好多中老年朋友嚟講，簡直係靈魂拷問。你答仔女結咗婚，但唔想生，親戚表面唔出聲，但轉個頭就會同其他人講：哎呀，佢屋企風水唔好呀，早上可能積惡，搞到斷咗香火。你答仲未結，佢哋又會話：都咁大年紀咯，再唔結就冇機會生噶啦。你諗吓？你死咗之後，邊個同你擔幡買水？呢啲說話好似針咁拮入你心入面，你開始焦慮，開始失眠，開始日日同仔女嘈交。你問佢哋點解唔生？係咪嫌我哋老人家麻煩？係咪我哋做得唔好？仔女解釋話經濟一壓力大，養唔起，未準備好，你聽唔入耳，你覺得全部都係藉口。你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如果屋企斷咗香火，我死咗之後點算？邊個同我拜山？邊個燒衣紙俾我？我會唔會變成無主孤魂？呢種恐懼好似一座大山咁壓住你，令你喘唔過氣。你覺得自己對唔住祖先，覺得自己係一個失敗嘅父母，覺得自己嘅人生唔完整。你甚至開始懷疑係咪自己前世做錯咗啲咩，今世要受呢種絕後嘅懲罰。你唔敢同朋友講，你唔敢同親戚講，你覺得呢個係一種羞恥。你望住人哋湊孫抱孫，心入面又酸又苦。你開始逼仔女去相睇，逼佢哋去睇醫生，逼佢哋去求神拜佛。你同仔女嘅關係越嚟越差，每次見面都係吵架收場。你覺得自己嘅晚年因為呢件事變得一團糟，有啲父母甚至做到一個地步，日日打電話催，朝朝問有咗未，夜晚問幾時生。仔女唔聽電話，佢哋就打去公司，打去新抱屋企，搞到仔女好尷尬，好大壓力。仔女開始避開佢哋，過年過節唔返屋企，連電話都唔聽。原本好好嘅一家人，因為呢個抱孫嘅執念，搞到關係破裂。你開始行動啦，你以為自己係為仔女好，但其實你係將自己嘅焦慮全部轉嫁咗俾佢哋。你每日打電話，朝頭早一個，晏晝一個，夜晚瞓覺前又一個。你問嘅嘢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句：今日有冇消息啊？你哋諗成點啊？人哋邊個又生咗啦？你睇吓人哋幾好，仔女開始唔聽你電話，你就打去新抱屋企，打去女婿公司，搞到佢哋好尷尬。你開始安排相睇，你覺得仔女唔生係因為未遇到啱嘅人，於是你周圍託人介紹，甚至去婚姻介紹所登記。你唔理仔女已經有穩定伴侶，你只係覺得結咗婚就要生，唔生就係唔正常。你開始逼佢哋睇醫生，你上網揾咗好多生育秘方，又去幫佢哋掛號睇中醫、西醫，甚至神醫。你將啲藥方、檢查報告塞俾佢哋，話你哋身體有問題就要醫，唔好拖。仔女話自己冇問題，你唔信，你覺得佢哋只係唔想面對。仔女開始避開你，
過年過節唔返屋企，電話由每日一個變成每星期一個，再變成一個月都冇消息。你覺得自己好委屈，你只係想抱孫，點解佢哋要咁對你？你唔知道你嘅愛已經變成咗一把刀，一刀一刀咁割裂你同仔女之間嘅關係。但今日我要用佛法最高級嘅智慧話俾你知，一個家族喺某一代突然斷香火，絕對唔係遭天譴，相反呢個可能係呢個家族幾世修來最高極特別嘅大解脫。呢個唔係我胡說八道，佛法早就將底牌攤開。如果你正因為仔女唔生 BB 而焦慮到失眠，請你一定要睇完今日嘅影片，呢個將會徹底粉碎你心頭幾十年嘅枷鎖。喺拆解呢個斷香火嘅終極真相之前，我先同大家講一個發生喺清末民初嘅真實公案。呢個故事可能會顛覆你對傳宗接代嘅所有認知。話說嗰個陣時，江南地區有一位極之富有嘅商人，人哋叫佢林老爺。林老爺家財萬貫，良田千畝當鋪布莊，開到成條街都係表面上風光無限，但佢心入面有一根刺。佢三代單傳，每一代都只得一個男丁。佢阿爺係獨仔，佢阿爸係獨仔，到佢呢一代都係得佢一個。佢好驚林家嘅香火會斷喺自己手上，為咗求一個仔，林老爺可以話係無所不用其極。佢先後娶咗4房妾侍，但每一房都係生女，冇一個生到仔。佢日日拜神，間間廟都去求觀音、求天后、求關帝，求到腳都軟。佢仲大灑金錢，修橋整路，派米賑災，做盡好事，就係希望積累陰德，換一個男丁返嚟。皇天不負有心人，喺林老爺50歲嗰年，佢最年輕嘅4姨太終於有咗。10個月之後，一個白白胖胖嘅男嬰呱呱落地。林老爺開心到老淚縱橫，抱住個仔又喊又笑，同全家人講：林家終於有後啦，我終於對得住列祖列宗啦。佢幫個仔改名叫林承業，意思係要佢繼承林家嘅家業，將林家嘅香火一代一代傳落去。但係怪事就喺呢個男嬰出世嘅當晚發生咗。林家祖屋後面有一口百年古井，一直以嚟井水都係清甜無比，係林家上下幾代人嘅食水來源。但嗰一晚，管家去打水嘅時候，發現井水突然之間變得好苦，苦到根本飲唔落口。林老爺請咗風水師傅嚟睇，師傅睇完只係皺眉搖頭話：天機不可洩漏，收咗錢就走咗。林承業慢慢長大，但佢嘅性格同林老爺想象中嘅繼承人完全唔一樣。佢唔憎意金銀珠寶，唔曾意應酬交際，唔曾意打理生意。佢成日一個人匿埋喺林家祖宗留低嘅舊書房入面，對住嗰啲發黃嘅古籍發呆。佢嘅眼神呢，似住嘅眼神唔似一個細路望住自己屋企嘅眼神，反而似一個冷眼旁觀嘅過客，望住一個同自己無關嘅地方。佢對林老爺嘅態度唔係孝順，而係一種極度嘅冷漠，好似林老爺唔係佢老豆，而係一個陌路人。林老爺雖然覺得奇怪，但佢安慰自己，個仔大個就會生性噶啦，等佢成家立室之後就會變噶啦。佢請咗幾個老師，
返嚟教林承業做生意睇賬簿，但林承業完全冇興趣，次次都係敷衍了事。林老爺又安排咗幾次相睇，想幫個仔揾一房媳婦，但林承業連去都唔去，直接同老豆講：我唔會結婚，你死咗條心吧。林老爺嘅期望一次又一次咁落空。林承業18歲嗰年，林老爺正式將家業交俾佢打理，點知林承業接手之後，做咗一件震驚全鎮嘅事。佢開始瘋狂變賣林家嘅田產、當鋪、布莊，將一間間鋪頭賣出去，將一塊塊田地轉讓出去，賣到嘅錢佢冇留俾自己，而係全部派俾窮人、難民、乞衣。佢派錢嘅時候面無表情，就好似做緊一件同自己無關嘅事。林老爺知道之後，氣到當街痛罵個仔：你個敗家仔，你知唔知呢啲家業係我哋林家幾代人嘅心血？你咁樣散盡家財，你對得住列祖列宗咩？你係咪想林家絕後你先安樂？但林承業完全冇反應，繼續變賣，繼續派錢。林老爺激到吐血，從此臥病在床。臨終之前，佢死死拉住林承業隻手，用盡最後嘅力氣講：個仔，你一定要生個仔，唔可以斷咗林家香火，否則我死唔眼閉。林承業望住臨終嘅老豆，一滴眼淚都冇流啦，佢只係輕輕咁掙脫咗林老爺嘅手，轉身離開咗房間。林老爺就喺絕望同憤怒之中合上咗雙眼。林老爺死後，林承業將最後剩低嘅家產全部散盡，終生不娶，獨自一人住喺林家空蕩蕩嘅大宅入面，每日食齋提佛，過住最簡單嘅生活。鎮上嘅人都笑林家遭天譴，話林家祖先一定係做咗傷天害理嘅事，搞到個仔咁敗家，搞到林家絕後。幾年之後，一位雲遊嘅老和尚路過，見到林家嘅大宅已經人去樓空，只有林承業一個人在入面烤木魚。老和尚入定觀照，然後嘆息搖頭，對林承業講：施主，你辛苦啦。林承業抬起頭望住老和尚，平靜咁講咗一句：你終於嚟啦。原來林家嘅第一代祖先當年係一個地方官員，負責管理朝廷嘅救災糧食。佢為咗中飽私囊，貪污咗一大批官糧，將原本應該派俾災民嘅救命糧食全部變賣成銀料，據為己有。嗰一年，江南地區發生咗嚴重嘅饑荒，成千上萬嘅災民因為冇糧食而餓死。佢哋臨死前嘅怨氣、詛咒同痛苦，全部凝聚成為一股強大嘅業力，纏繞住林家每一代人。林家第一代祖先就係用呢筆沾滿鮮血嘅錢起咗呢間大宅，買咗啲田產，開咗啲鋪頭，開始咗林家幾代人嘅富貴。但佢哋嘅財富每一分每一毫都係災民嘅血淚，所以林家幾代人都受到怪病嘅折磨。每一代嘅男丁都身體孱弱，好難有後。就算勉強生到仔，都係歷盡艱辛。呢個就係業力嘅報應。你搶咗人哋嘅命，你嘅後代就要用命嚟償還。而林承業正正就係當年嗰場饑荒入面餓死嘅災民首領，投胎轉世。佢帶住成千上萬災民嘅怨氣同記憶嚟到林家，佢嘅目的就係要將林家祖先貪污所得嘅不義之財全部歸還俾窮苦嘅人。佢
佢變賣家產派錢唔係敗家，而係還債，將原本屬於災民嘅嘢還返俾災民嘅後代。老和尚問佢：你點解唔結婚生子？點解要絕林家嘅後啊？林成業答：井水變苦係災民嘅眼淚，林家嘅財富每一文錢都係災民嘅血汗呢。我唔要後代係因為林家嘅債喺我呢一代已經連本帶利還清晒，冇後代係因為唔再需要後代嚟替林家受苦還債啦。老和尚聽完雙手合十，講咗一句阿彌陀佛，絕後唔係空笑，係用一世嘅孤寂徹底還清咗滔天嘅血債，業力網瞬間灰飛煙滅。林成業聽完微微一笑，繼續敲佢嘅木魚，口中念念有詞。佢嘅神情係一種如釋重負嘅平靜，一種終於完成咗使命嘅解脫。各位有緣人，聽完呢個公案，你仲會覺得斷香火一定係壞事咩？林家嘅故事令我知道一個殘酷但真實嘅道理：血脈嘅延續有時唔係祝福，而係債務嘅延續。當債務還清嘅時候，血脈自然就會終結，呢個就係業盡元宵。結合頭先林成業嘅故事，我哋用佛法最深層嘅因果智慧為大家深度拆解。點解有啲家庭去到某一代就自然結業，唔再繁衍？喺正式拆解呢三大真相之前，我想先同大家講一個重要嘅概念。佛法講因果，唔係邊個害邊個，而係業力自然運作。你好多時會覺得，我明明係一個好人，點解我個仔會咁對我？點解我哋林家會絕後？你覺得自己係受害者，覺得老天爺唔公平，但佛法話俾你知，你今日承受嘅果係你自己，或者你祖先以前種落嘅因。冇人害你，冇人針對你，一切都係業力嘅自然流轉。當你明白呢個道理，你就唔會再問點解係我，而係會開始問我應該點樣面對。呢個心態嘅轉變係你走出痛苦嘅第一步。好，而家我哋正式拆解三大真相。真相一：業盡元宵，最高級嘅解脫。佛經講得好清楚，仔女投胎嚟到父母身邊，無非四種緣分：報恩、報怨、討債、還債。你以為你嘅仔女係你嘅骨肉，係你嘅血脈，係你嘅血脈嗎？喺佛法嘅角度，佢哋只不過係透過你嘅身體嚟到呢個世界找數嘅靈魂。你係佢哋嘅債主或者欠債人，佢哋係你嘅債主或者欠債人。所謂嘅親情，講到底就係一筆一筆嘅債務關係。你可能會問，點解一個人嘅債務要成個家族一齊還？點解祖先做錯事要後代承受？呢個就係佛法講嘅共業。一家人之所以會成為一家人，唔係偶然，而係因為大家有共同嘅業力要一齊清。你之所以會投胎入呢個家族，唔係你唔好彩，而係因為你嘅靈魂本身就有同呢個家族相似嘅業力習氣。你同佢哋同頻，所以你會吸引到一齊。呢個就好似一群人去旅行呢，大家選擇咗同一條路線，坐同一架車，住同一間酒店，沿途見到嘅風景，遇到嘅天氣，大家都係一樣嘅。你唔會怪其他人點解同你一齊遇到風雨，因為你自己揀咗呢條路。家族血脈都係一樣，你揀咗呢個家族，因為你需要透過呢個家族嘅業力網嚟修行，嚟還債，嚟成長。
當呢個家族嘅業力清晒，你嘅任務完成咗，自然就唔需要再有新嘅靈魂加入。所以斷香火唔係你嘅失敗，而係你哋成個家族嘅畢業典禮。家族血脈其實就係一張密密麻麻嘅債務網，阿爺欠咗太公嘅，阿爸欠咗阿爺嘅，你欠咗阿爸嘅仔女，欠咗你嘅，一代一代，一筆一筆，好似蜘蛛網咁纏繞住成個家族。你以為你喺度傳宗接代，其實你係喺度傳遞債務。你將未還清嘅債交俾下一代繼續還。但當一個家族嘅恩怨情仇喺你或者你仔女呢一代已經全部互相結算清楚，無人再欠你，你亦無欠人。地府嗰本厚厚嘅債務賬簿終於蓋上咗結清嘅印章。既然冇債務關係，點解仲需要新嘅債主投胎落嚟呢？香火斷絕，其實係靈魂，終於唔使再借用你哋家族嘅血脈去六道輪迴入面受苦受難。呢個係業力嘅大解脫。你以為你絕口，其實你係畢業。你嘅家族血脈終於完成咗佢嘅歷史任務，可以光榮結業。我哋再諗深一層，如果家族入面仲有債務未清，業力自然會牽引新嘅靈魂嚟投胎。你求都唔使求，佢哋自然會嚟。但如果債務已經清晒，你強求都求唔到，因為根本冇靈魂願意嚟。你夾硬求到嘅，多數都唔係好嘢。呢個就係點解有啲人求神拜佛，求到個孫，點知個孫一出世就周身病痛，或者大個之後忤逆敗家。因為你嘅怨氣同貪念吸引嚟嘅唔係報恩嘅靈魂，而係嚟討債嘅惡靈。真相二，天地法則嘅自我保護。福報透支一個家族能夠開枝散葉，靠嘅唔係你有幾多層樓幾多錢，而係你祖上累積嘅陰德同福報。福報就好似一塊田仔裏，就係田上面嘅樹，田肥沃樹就長得茂盛，田貧瘠樹就枯萎。你諗下，你祖先一代一代積累落嚟嘅善業，就係呢塊田嘅養分。你祖先做過嘅好事，做過嘅好事，幫過嘅人，積過嘅德，全部變成咗你家族嘅福報。呢啲福報就係你家族能夠開枝散葉嘅根本。如果祖上曾經作惡，或者某一代人驕奢淫逸，將福報提前耗盡，塊田變成咗沙漠，自然種唔出生命。你以為你仲可以靠努力去生？你冇晒福報，生出嚟嘅細路都係受苦，因為佢哋嘅靈魂冇足夠嘅福報去支撐佢哋健康成長。呢個就係點解歷史上好多富貴家族去到幾代之後就會自然凋零，唔係因為佢哋唔夠努力，而係因為佢哋嘅福報田已經被之前嘅人透支晒。你將祖先留低嘅福報用晒，就冇嘢可以留俾下一代。老天爺斬斷你嘅血脈，其實係一種慈悲嘅保護機制，阻止你嘅家族繼續喺世間招惹災禍，製造惡業。你想下，如果一個家族已經冇晒福報，但仲不斷生仔，生出嚟嘅細路因為福報唔夠，只能夠做壞事，捱窮受苦，佢哋嘅一生就係一個悲劇。佢哋嘅存在只會令個家族嘅業力更加深重，所以老天爺索性幫你斬斷呢條血脈，等惡業唔好再延續落去。呢個唔係懲罰，而係止蝕。
你以為你絕後好慘，其實係老天爺唔想你再害人害己。林老爺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林家嘅福報早就被第一代祖先嘅貪污耗盡，佢之後幾代人嘅財富，每一分錢都帶住業力。就算佢求到個仔，個仔都係嚟散財還債嘅。如果林家嘅血脈繼續延續落去，只會一代一代咁承受祖先嘅惡業。所以林承業選擇唔結婚唔生子，就係要阻止呢個惡性循環繼續落去。佢唔係害林家絕後，佢係救林家唔使再受苦。真相三，靈魂覺醒，拒絕輪迴。阿賴耶識嘅記憶第三個真相，同而家好多後生仔嘅心態有關。你有冇發覺而家好多後生仔女明明條件好好，有學歷、有收入、有穩定伴侶，但佢哋就係打死都唔肯生 BB。你問佢哋點解，佢哋話養唔起，經濟壓力大，地球太逼。你覺得佢哋自私，覺得佢哋唔孝順，但其實喺佛法嘅角度，佢哋嘅抗拒可能係一種靈魂嘅記憶。每一個人嘅阿賴耶識，即係佛法講嘅第八識，會記錄低佢哋過去生生世世所有嘅經歷。呢個第八識好似一個倉庫，將你每一世嘅所有經驗、所有感受、所有創傷全部儲存起嚟。你唔記得嘅嘢，你嘅阿賴耶識記得。我哋用一個簡單嘅比喻嚟理解阿賴耶識。你嘅大腦好似一部計算機嘅 RAM， 淨係儲存呢一世嘅嘢。你讀過咩書，見過咩人，去過邊度。但係你嘅阿賴耶識就係一個雲端硬盤，佢儲存咗你所有前世嘅所有資料。你嘅計算機可以換，可以壞，但雲端入面嘅資料永遠喺度。你以為你唔記得前世嘅痛苦，你嘅阿賴耶識記得。你以為你唔怕生仔，你嘅阿賴耶識可能記得上一次生仔嘅時候難產而亡。你以為你唔想結婚，你嘅阿賴耶識可能記得上次結婚之後被伴侶折磨到死。所以當你嘅仔女話我唔想生呢，佢哋可能唔係自私，而係佢哋嘅阿賴耶識喺度叫救命。佢哋嘅靈魂記得一啲佢哋自己都唔知嘅嘢。你怪佢哋，你應該感謝佢哋嘅靈魂終於有勇氣拒絕再受苦。佢哋可能喺過去幾世經歷過極度慘痛嘅喪子之痛，佢哋可能試過親眼望住自己嘅仔女因病離世，因意外離世，甚至因戰爭離世。嗰種撕心裂肺嘅痛，深深咁刻咗喺佢哋嘅靈魂入面，成為一個永遠無法磨滅嘅傷疤。又或者佢哋可能試過被忤逆仔女逼到走投無路，佢哋用盡一生嘅心血養大嘅仔女，到頭來唔單止唔孝順，仲要打佢哋、鬧佢哋、呃佢哋，甚至趕佢哋出家門。嗰種絕望同痛苦，佢哋嘅靈魂記得清清楚楚。所以佢哋嘅靈魂深處對於血脈羈絆產生咗極大嘅恐懼。佢哋潛意識覺得輪迴太苦啦，血脈太累啦。呢一世佢哋嘅靈魂選擇咗止損，選擇咗斬斷紅塵嘅鎖鏈，去尋求真正嘅清淨。呢個唔係不孝，而係靈魂喺呢一世終於有勇氣拒絕再參加呢個痛苦嘅遊戲。世俗人話佢哋有心理病，話佢哋自私，但佛法話俾我哋知，呢個可能係佢哋嘅靈魂
喺經歷咗無數次嘅痛苦之後，終於覺醒呢？佢哋唔想再將自己嘅痛苦傳遞俾下一代，唔想再有一個靈魂因為佢哋嘅決定而受苦。呢種拒絕其實係一種慈悲。現代社會有好多後生仔，佢哋其實睇得好通透，佢哋見過太多家庭嘅悲劇，見過太多父母為仔女犧牲一切，但最後換嚟嘅只係怨恨。佢哋唔想重蹈覆轍，佢哋選擇咗一條唔同嘅路。呢條路世俗人話係自私，但佛法可能話係覺醒。聽完呢三大真相，我相信你心入面嗰個結已經鬆開咗大半。原來斷香火唔係詛咒，而係解脫；絕後唔係失敗，而係畢業。但係作為父母，作為長輩，要完全放下抱孫嘅執念，談何容易？你幾十年嚟嘅觀念，社會幾千年嚟嘅傳統，唔係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夜闌人靜嘅時候，你望住人哋湊孫玩樂嘅畫面，心入面始終會有一種空虛同失落。呢種失落感係真實嘅，係正常嘅。你唔需要否定佢，亦唔需要壓抑佢。你可以容許自己有呢種感覺，然後慢慢咁同佢共處。我哋應該點樣去化解呢份傳宗接代嘅執念，令自己嘅晚年活得更加通透自在呢？師父今日教大家3個終極心法。心法一停止強求，強求嚟嘅往往係討債鬼，呢個係最緊要嘅第一步。如果仔女真係唔想生，或者生唔出，千祈唔好逼佢哋，千祈唔好日日打電話去催，千祈唔好幫佢哋去求神問卜用偏方。你越逼佢哋越反感，你越催佢哋越逃避，最後搞到親子關係破裂。你失去嘅唔只係一個孫，而係你嘅仔女。佛法講隨緣，緣分盡了，你非要用極度嘅貪念同怨氣去求一個孫返嚟，你發出嘅陰暗磁場吸引嚟嘅絕對唔係報恩嘅靈魂，而多數係極惡嘅討債鬼。生出嚟嘅孫，要麼周身病痛耗盡家財，要麼長大後忤逆敗家。到嗰陣時，你唔單止要照顧個孫，仲要承受更多嘅痛苦。呢個叫求不得苦，作繭自縛。所以請你放手，將選擇權交還俾仔女佢哋嘅人生，佢哋自己決定。你嘅責任已經喺養大佢哋嗰一刻完成咗，你唔需要再為佢哋嘅下一代負責。你越係放手，你越係輕鬆，你越係輕鬆，你嘅晚年就越係快樂。好多父母問我，師父，我知唔應該逼佢哋，但我真係忍唔住，我一見到佢哋就想問，一開口就係催生，點樣改？我應該點樣改？我明白你嘅難處，幾十年嘅習慣唔係一朝一夕可以改，但你可以由換一句說話開始，唔好再講你幾時生啊？人哋都生咗啦，你再唔生就冇機會噶啦。試下改為講，你哋幸福快樂就夠，其他嘅嘢我唔再問。你哋嘅人生，你哋自己決定。爸爸媽媽支持你，我有你哋2個已經好滿足，唔需要再有其他。你或者會覺得呢啲說話好難講出口，因為你心入面仲有條刺，仲有嗰份想抱孫嘅渴望。但你要記住，你講呢啲說話唔係為咗欺騙仔女，而係為咗放過自己。當你一次又一次咁講，你會發現你嘅心會慢慢軟化，你嘅執念會慢慢減輕呢。
你唔再係一個催生機器，你會變返一個懂得愛嘅父母。心法二，粉碎死後無人燒衣紙嘅千古謊言。你怕絕後冇人拜你，呢個係好多中老年朋友最恐懼嘅一件事。你驚死咗之後冇人同你擔幡買水，冇人同你燒衣紙，你會變成無主孤魂，會好淒涼。呢個完全係世俗編造出嚟嘅荒謬謊言。你諗吓，你阿爺嘅阿爺，你根本未見過，你有冇拜佢？你將來嘅孫嘅孫都未出世，佢會唔會拜你？幾代之後，邊個會記得你？你嘅名字、你嘅樣貌、你嘅故事，全部都會被遺忘。你將自己嘅身後事寄託喺一個咁虛無嘅子孫後代身上，值得咩？地藏經講得明明白白。是諸眾生，連命終是得云一佛名，一菩薩名，一彼之佛名，不云有罪，無罪悉得解脫。人死後去邊度？全憑你生前嘅善惡業報同臨終嘅心念。如果你一生行善積德，死後自有佛光接引你上天界。如果你一生作惡，就算子孫滿堂，燒幾座金山銀山俾你，你一樣要落地獄。後代燒香只不過係安慰活人自己嘅儀式，你嘅靈魂早就跟住業力去輪迴啦。你死咗之後，你嘅靈魂會根據你嘅業力去佢應該去嘅地方。子孫燒唔燒衣紙，同你完全冇關係。你擔心嘅只不過係一個唔存在嘅問題，所以唔好再俾呢個千古謊言綁架你嘅身後事。唔需要靠任何人，你靠自己嘅善業，你靠自己嘅修行，你靠自己嘅慈悲心。你呢一刻做嘅每一件好事，都係你將來嘅保險。你越係行善，你死後嘅路就越係光明。心法三，將小愛化為大愛，鑄造永恆嘅香火。呢個係最高層次嘅心法。既然老天爺免除咗你照顧子孫嘅勞碌，你就有呢足夠嘅精力去打造屬於你自己嘅無量功德池。你唔需要再為孫仔嘅學費擔憂，唔需要再為湊孫而奔波，唔需要再為仔女嘅家庭問題而煩惱。你嘅時間、你嘅精力、你嘅金錢全部釋放出嚟，你係一個自由嘅人，將呢啲原本留俾孫子嘅錢同精力拎去放生，去捐助貧苦無依嘅老人，去印經書，去幫助有需要嘅人。你留俾小家庭嘅基因，幾代之後就會被遺忘，冇人會記得你姓乜名乜。但你在世間播下嘅每一顆善念種子，都會化為純淨嘅光明，永恆地刻喺你嘅靈魂入面，陪伴你未來嘅每一個輪迴。呢啲善業先至係你真正嘅香火，佢唔會熄滅，佢會一直燃燒，照亮你嘅前路。具體可以做啲咩？我俾幾個建議你。第一，去老人院做義工，唔使做好複雜嘅事，淨係陪啲冇人理嘅老人家傾偈，幫佢哋剪指甲、讀報紙，已經係一份大功德。你照顧人哋嘅父母，就等於照顧自己嘅未來。第二，捐助助學金，有好多窮困嘅細路，因為冇錢而冇書讀。你幫一個細路讀書，就等於改變咗佢一生。你冇孫冇問題，你幫人哋嘅孫讀書，你嘅功德簿上面就會多一筆。第三，放生，每個月抽少少錢去買一啲魚或者雀仔放生，你救翻一條生命
就等於延續一份生命。你冇血脈傳承你嘅慈悲心，就係最強大嘅傳承。第四，印經書，將一啲有智慧嘅佛經或者善書印多啲派俾人。你傳播嘅唔係基因，而係智慧，智慧比基因更加長久。第五，做環保，執垃圾，種樹，節約用水用電。你保護呢個地球，就等於保護所有眾生嘅未來。你唔再需要一個聖事嚟記住你，你需要嘅只係一份善業嚟成就你。呢個先至係真正不朽嘅精神香火。各位有緣人啊，生命嘅終點從來唔係死亡，更唔係無後。真正可怕嘅斷絕係智慧慈悲與自性光明嘅斷絕。如果傳承下去嘅只係貪婪、執着和互相折磨，咁樣嘅香火唔要也罷。如果業力還清，恩怨了結，血脈自然落幕。呢個難道唔係生命迎來嘅大圓滿與大解脫嗎？你諗吓，你留俾呢個世界嘅究竟係一個聖事，定係一份善業？你嘅子孫後代幾十年之後仲會唔會記得你？但如果你曾經幫助過嘅人，曾經因為你嘅善行而改變咗一生，佢哋會永遠記得。呢啲記憶，呢啲感恩，就係你最真實嘅香火。你嘅生命唔係由你嘅血脈定義嘅，你嘅價值唔在於你有冇後代。你睇下歷史，有幾多人因為佢哋嘅成就而被記住，而唔係因為佢哋嘅仔女？孔子有冇因為佢嘅子孫而被記住？冇。佢因為佢嘅智慧。佛陀有冇因為佢嘅血脈而被記住？冇。佢因為佢嘅慈悲，你都可以一樣。你唔需要靠一個聖事嚟留名，你靠你嘅善業，你嘅慈悲，你嘅智慧，呢啲嘢唔會因為冇人拜你而消失，佢哋會永遠留喺你嘅靈魂入面，陪你去到下一個生命。所以唔好再為斷香火而痛苦。你嘅香火從來都唔係嗰幾支燒俾祖先嘅香，你嘅香火係你心中嗰盞永遠唔會熄滅嘅智慧明燈。林家嘅故事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林家嘅血脈斷咗，但佢哋嘅業力清咗。林承業用一世嘅孤寂換嚟咗林家幾代人嘅解脫。佢唔係敗家仔，佢係林家大恩人。佢嘅選擇唔係懲罰，而係救贖。放下恐慌，坦然接受天地嘅安排。血脈斷與不斷，皆是因果嘅華章。有後與無後，都係自性嘅圓滿。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親人，或正因為仔女唔肯生而日日嘈交、焦慮不堪，請你務必將呢支影片點讚並分享俾佢哋。你嘅一次分享就能夠幫佢哋卸下心頭幾十年嘅道德枷鎖。呢係一筆無量無邊嘅法報誓。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寫低，看破因果，放下執念，隨緣自在，為自己以為呢個世界嘅芸芸眾生祈福。感恩大家收看。記得訂閱頻道。阿彌陀佛。見人燒口逝逝，他包嘅涼茶原然利線相銷。我們下次再見。明澤生命品影片內容純粹分享佛法因果觀點之傳統文化智慧，兼鑒察見功山醜，則司令先期發及片中所屬之端香火熱轉元宵、福報透支等界領，屬入科學因果論之義導，並非醫學、心理學或科學實證。每個人嘅家庭狀況、生育問題皆有不同成因。如遇嚴重困擾，建議尋求專業人士如醫生、
先離苦道養，社公等氣造。現果熱力之說，旨在啟發大家向來觀照凡事之心，培養慈悲與智慧。請勿將影片內容作為指責他人放棄努力或嚴護照醫之依據，尤其請勿以斷香火心態對待他人或自我否定。佛法講依法不依人，請觀眾保持理性思辨，自學自身細緻情況。運用招係反對呢，黑包嘅涼茶雖願人慳破因果，放下自念，水源自濟，福慧雙消。阿彌陀佛。